开开心心逛这边。感谢你哥，谢谢。来，加时开始了，兄弟们，加程正式开始了，兄弟们，走你啊 ！Let's go， 兄弟们！谁拿着嘛，开一段就好了。还是回家了，明天还是。可以，随意是可以。看不下去。是吧？这儿那个直播。嗨，我参加到这个忘了，我是啊，突然想起来。啊，你是那个中间那个嘛？啊，你是说去照照片群里面的？我去那个，我去充电，哦，我就忘了。群里面起头发了的，那个尹卓都发了的，他是哪个的？啊，就这个。就是这个的。啊。这个宝宝。啊。哪个群哦？我没。就住的长木那个群。住的长木群。哎。啊，你是放中间吗？就放到这儿。啊，那个我是这个跳舞那个地方。哦，那不是。但是我想说，哎呀妈，你们走完了，这个是我借的嘛？哦。我昨天晚上借的。哦哦哦。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我这个冲船，我以为你们都走了。我在那个店里面。说的什么我都没听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动作了，先学一下吧。他什么都没听。这个干也参与。新疆舞嘛。这是啥子？新疆的？蒙古。蒙古舞。哦。好，来，你帮我拿音乐啊。来啊。哦。啊，我好像没调好，要不要重新来一遍？你看不出来，我们好看的。哦，蒙古。哦，等一下。对，蒙古的。马上啊！蒙古。
啊？这来正面的。猜不到。要我帮你拿的，我帮你拿，配不到。我帮你拿。OK。重新刷一下啊，哥。可以了吗？叫啥名字？叫啥名字？这首歌的叫啥名字？这首歌叫哎，哦，我们看一下叫啥名字？ Sorry， 家人们。蒙古的什么名字？叫什这首么？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好像是叫……完了，这个舞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反正在我作品里面。哦，有你那个主页不都有吗？哦，对，我主页里面有。那就翻嘛。对。它蒙古方面的蒙古舞。对，是蒙古古舞。蒙古舞。好，回去这了。可以了不？好，记得发我哦。蒙族那个可要可不要那个藏舞都发给我啊。好，谢谢。蒙古舞，对。回去了。这不能早点回去休息了。他们还要等质量的。他坚持是最后，每次都是。